主席，香港作為亞太區首屈一指，同時亦都係國家最開放嘅國際金融經貿中心，令到香港能夠吸引海內外嘅資金同埋企業之餘，更加令到來自五湖四海嘅各個專業人士匯聚香港，讓香港成為聯結中外嘅超級聯繫人。隨住國家一帶一路發展國策嘅持續推展，以及國際政經格局嘅降臨互相交織底下，走出去開拓新興嘅市場，成為內地各類型大中小型企業未來主要嘅發展方向。點樣令到香港嘅企業同內地嘅企業結伴前行，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讓香港由過去嘅超級聯繫人升級為超級增值人，唔單止係香港需要肩負嘅責任，更加係香港未來發展需要捉緊嘅機遇。其中，香港各類嘅專業服務人才，正係香港同內地企業拼船出海，共同拓展海外新興市場最寶貴嘅資源。頭先林新強議員所屬嘅法律界又好，又或者有啲議員講嘅金融界都好，其實我哋香港各類嘅專業服務一直都係高效嚴謹、高質量、享譽國際。更加重要嘅係香港各類專業服務同埋國際同業有住深厚嘅聯繫同埋網絡。我哋嘅專業資格更加係獲得國際嘅同業認可。就以我所屬嘅會計界為例，香港會計師公會係屬於國際會計聯盟，即係 Global Accounting Alliance 嘅成員。香港嘅專業會計師，即係CPA 嘅資格咧，獲得 GAA 嘅成員所認可，即係我哋 GAA 嘅成員嘅會計師可以去其他成員嘅地區互認佢嘅專業資格，直接成為當地嘅會計師，而無需經過考試。會計專業作為支持金融工商業發展嘅最重要專業服務之一，香港會計專業能夠為內地企業提供合乎國際準則嘅會計及審計服務，涉及新興 ESG 範疇嘅永續相關財務資訊披露要求及氣候相關披露要求，即係 IFRS 嘅 S1 同 S2 嘅審計服務啦。同時間係提供優質嘅商業同埋稅務諮詢服務等等，都係協助香港同內地企業一同去走出國門嘅重要因素之一。有見及此，點樣去推動香港會計業界同內地，特別係粵港澳大灣區會計業界嘅加強合作交流，成為協助香港與內地企業攜手共進，共同開拓海外市場，配合一帶一路國策，帶領兩地企業走出去嘅關鍵所在。而呢個亦都係我一直推動會計專業發展嘅方向之一。我作為香港會計師公會大灣區委員會主席，過去都一直帶領住好多唔同業界嘅考察團，係前往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嘅9個城市進行交流考察，從而尋找合適同埋加強兩地協作嘅機會同埋發展嘅空間。但目前呢，我哋香港專業會計師喺內地執業依然存有大門開、小門未開嘅問題，因此我都期望特區政府當局可以同內地繼續爭取設立大灣區專屬執業考試，讓港澳地區嘅專業會計師去通過特定考試之後，能夠去大灣區9個城市執業，並且為區內嘅會計師事務所擔任合夥人，同時間亦都係全國擔任特定諮詢業務嘅合夥人，從而加強香港與內地會計業界交流協作，提升兩地業務嘅水平啦，讓香港會計業界能夠進一步參與國家嘅建設，以及協助內地同埋香港兩地企業共同實踐一帶一路國策嘅去海目標，作出更大嘅貢獻。我喺度特別感謝陳祖恒議員提出今次嘅議案，讓我哋議會能夠為香港專業服務如何協助內地同香港嘅企業合作，共同拓展海外新興市場呢個重大嘅議題集思廣益。本人謹此陳詞，支持陳祖恒議員議案嘅議案。